掌聲歡迎我哋6號嘅參賽隊伍鄭希文同埋廖永聰。解放者 Snow， 好耐冇見，你應該知我係邊個，都知我嚟對要做啲乜嘢。我當然知啦，你要嚟解放人類嘅靈魂啊嘛。Lightning， 簡單啲講，即係嚟殺我啦，係嘛？隨住長官死後嘅女神艾蒂娜消失，人類經歷咗500年不老不死嘅世界。但創造神布列貝茲並唔滿意呢個情況，決心要創造一個新嘅世界。於是佢喚醒沉睡咗500年嘅女神候選人 Lightning， 令佢成為解放人類靈魂並引導前往新世界嘅解放者。但一生等待未婚妻即 Lightning 嘅妹妹 Sarah 翻嚟嘅 Snow， 唔希望 Sarah 嘅靈魂會隨住舊世界毀滅而消失，所以出手阻止 Lightning。勝負已分啊 Snow。你簡直成個死神咁樣，點啊？而家咪將我斬開兩邊，跟住再解放我靈魂啊！解放者，如果呢個係你嘅意願嘅話，你句咩答案啊？大聲！你唔可以夾硬嚟㗎。做咩啊？咁樣係唔啱㗎，你應該要更加愛惜自己嘅生命先係㗎嘛。佢根本就係一隻惡魔。死神之後到惡魔 Snow， 你嘅運氣似乎差啲喎。你根本咩都唔明，冇人可以阻止到我，唔會係你，更加唔會係佢。你阻止我，我連你都打低埋。Snow， 喺我沉睡嘅呢500年入面，你到底遇上咗乜嘢事？令原本天真到好似傻瓜一樣咁嘅你，都自暴自棄。當然啦，喺你仲沉睡緊呢500年入面，佢為咗見翻你最深愛嘅 Sarah， 一個人去守護呢個世界。但係佢唔單止見唔到 Sarah， 更加一次又一次咁睇住呢個世界俾混沌吞噬，最後只可以將自己與世界嘅混沌鎖喺呢個冰封嘅牢獄入面，唔敢去面對嗰段強大嘅混沌。係 Sarah 同佢定情信物，我相信 Snow 佢冇忘記到 Sarah， 佢對 Sarah 嘅思念一定可以打開佢冰封咗500年嘅內心。你確定要打開？如果入面只係剩翻俾混沌吞噬變成屍骸嘅 Snow 呢？咁就由我呢個姐姐去打醒佢。Snow！講咩啊？如果你真係想我做你姐姐嘅話，你就唔好學我啲咁嘅嘢。如果 Sarah 喺你心目中呢樣係咁重要嘅話，你一定會記翻起。你同我醒啊 ，Snow， 翻嚟啊！Sarah， 你一定要幫我翻 Sarah 翻嚟啊！點解唔殺咗我啊，姐姐？因為你始終係我任性嘅妹夫。你始終冇變過，終於等到你翻嚟，姐姐。呢500年嚟，辛苦你啦。之後嘅事就交俾我啦。俾多啲掌聲，6號嘅參賽組合鄭希文同埋廖永聰。所以咧，其實咧，我每次咧喺後台嗰度咧見到啊廖永聰咧換衫咧，我都會戥佢好緊張嘅，因為咧嗱個裝備又多啦，時間又短啦，啲 timing 要夾得準啦，咁所以但係見到佢哋每次都演出係非常之成功嘅。